因為喺繁忙時間，佢哋制止唔到啲乘客上車。嗰個場面係好難控制，根本你嗌得邊個，根本佢話佢要逼上嚟㗎，個個都趕時間㗎，你嗌得邊個先？運輸局局長吳榮輝回應話：咁樣做係為咗減少巴士發生意外，保障市民嘅安全。大家都唔好忘記就點解我哋係有規定嗰個巴士嗰個乘客量咧，純粹都係大家嘅安全。佢話巴士公司亦應該採取行動去配合，好似加強監管巴士嘅維修同培訓司機。吳榮輝仲話要減少因為巴士超載而引致嘅交通意外，乘客自己都要負上部分責任。喺架巴士太多人嘅時候，就唔好夾硬逼上車。無線電視記者鍾永雪報道。巴士司機嘅針對性行動，當中主要睇下啲司機有冇超載、超速或者衝紅燈。運輸局局長朝早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，有巴士司機打電話去電台話，要有效防止巴士超載，司機可以做到嘅好有限。即係假設佢有人上，我照即係嗌佢上唔到就唔好上啦，冇辦法咁，佢要上都冇辦法咁，我閂門。家陣有乘客上到嚟，咁我一樣照開車嘅，麻煩我一樣照開車。家陣有差人檢控咧，冇辦法。吳明輝話：要解決超載問題，需要市民嘅配合。而佢又重申，警方係會即時檢控所有違反交通規例嘅人，而唔會單單針對巴士司機。警方執法方面呢，係會一視同仁嘅。任何係超載嘅駕車人士咧，警方如果體察到咧，一定咧係會不分咧係嗰個嘅種類咧。不過，吳明輝就唔肯講有關嘅行動會唔會對巴士司機構成心理壓力。亞洲電視記者劉鏡雄報道。